弟兄们，大家平安。咱个几分钟就要开始今仔日的礼拜。有几件代志先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就是，咱今仔日的迄个 QR code 吼，迄个报道的 QR code，设法有问题吼，伊即马已经咧解决的中间，所以咱今仔毋免用迄个 QR code 报道吼，可能等明仔载迄个会放伫咱的赖的内底吼，互咱去点选吼，这是第一点报告吼。第二点就是请等下有一件代志要拜托迄个已经是讲咱顶一届吼下任的遮的长老吼等下爱有一件代志爱拜托恁，就是爱拜托恁代表教会。甲牧师做伙来接纳新的长老吼，所以等下爱请恁出来头前吼，来接纳长老的时阵吼，咱即时先来预办心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的一冬中间，你保守看顾阮，互阮得到十足的平安。伫新年度的开始，主啊，阮对心底恳求你，继续带领阮，保守阮，互阮的心得到平安，也清楚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来完成你交代阮的使命。是阮的主啊，阮特别将阮本身仰望伫主的圣手中间，求主帮助阮安静阮的心，互阮伫敬拜过程中间无任何阻挡。阮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也拢交代伫主的手中，求圣神亲自引带保守。阮无论献诗、抒琴、书会。传讲信息，主你拢教阮三甲地带，保守看顾一切。是阮的主啊，你的恩典丰富，你亲自警调人来参与你的事工。今仔伫这个礼拜中间，阮也有新任的中级同工要就任，求主亲自带领坚固。这个新成立的团队，互阮会通做伙，为着你的圣工来拍拼。阮踏着前辈的脚步，继续迈进，来荣耀你的圣名。阮特别将阮的教会，以及教会所设立的机构。拢交代伫主大能的圣手，求主引带看顾带领，用你丰盛的恩典充满阮，互阮伫服侍过程中间力上加力，温上加温。是阮的主啊，阮也将阮徛起即个美丽祷事，仰望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赐福看顾。求主将之现主时，阮混乱的国会，阮较紧安定落来，互百姓会当安居乐业，享受真正的平安。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的心神啊，着阿罗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我活伫的日，拢要唱歌称赞我的上帝。请咱来用圣诗阿罗上帝，圣诗第171首，圣徒自之主圣殿，圣诗第171首，圣徒自之主圣殿，请咱起立来吟。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自即伫圣殿，要感谢你过去的日子，受主的恩典，保守一切拢会当真平安顺遂。今仔日是新的一年，也是第1个主日，恳求你用你的荣耀眷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会诚心敬拜阿罗你。阮的祈祷会得到你的感动，求你赏赐恩典，互见仔见笑，搁心内送香的人。全能慈悲满满的上帝，阮有时会袂记上帝你的教导，
去做无合你心意的事，也对人讲出得罪人的话，求你赦免阮；认罪的求你赦免，痛悔的求你接纳。因为这是你带领阮的主耶稣基督对世间人所应允的。全能稳定的上帝，感谢主，今仔日也有选出到20位的长老、28位的执事，还有各团契的会长、合唱团的团长、所组长要上任。也感谢上帝，互中执会年轻化，兴起侪侪少年人来动工。青年是教会重要成员，因若是成长坚强，教会就得到活力。将学习的知识，还是信仰的，看做同款的重要。伫就职时服侍教会的事工，甲职场会通平衡，行伫教会有牧长做因的协助，互因成熟成做健全的基督徒，来同心同工做上帝你的事工。阮也为着身体欠安、心神软弱的兄弟来祈祷，求主医治，看顾因，互因早日恢复健康。也倚靠上帝，心心灵地永壮。阮的上帝，恳求你看顾阮拢总受造的，求你保守阮的土地，阻止一切伤害伊的势力，互真理会得到丰盛。祝福阮的政府官员赏识智慧、仁爱、公义的心甲勇气，互敬畏主、疼人，尽力来为多谋好的政治。恳求你赏识祝福，互阮无分职运，也无分财物的关系，来尽心做一个主你所爱阮做的人。主感谢你，阮祈祷无够也，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能到，你的旨意一定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来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威、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今仔日高头刻英文29篇，也是圣诗146篇，我来刻，请兄姐来引。恁道俄罗耶和华，我一生要俄罗耶和华。恁无伫倚靠骨龙，无伫倚靠世间人。伊一断气就归土，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站。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耶和华讨放受乖家的，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耶和华保护出外人，扶持孤儿寡妇。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齐声恁着俄罗耶和华，今
今早起，圣歌队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要因的死是你徛起的所在。咱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士师记2章7节甲第10节，士师记2章7节甲第10节。约书亚活伫时，人民服侍上主。伊死了后，才亲目看着上主为以色列人所做伟大事的长老又也活伫时。人民犹原服侍上帝。上主的仆人论的囝约书亚死，享年110岁。以色列人甲伊安葬伫以法莲山区，加是山北边的亭纳西拉伊本的土地。迄代的人拢总死了，后一代的人起来，
因毋知上主，嘛毋知伊为着一切的人所做的事。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帮赞。今早起，咱蔡主任牧师要来甲咱分享信息，承先启后，福音贯传，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伫礼拜中间要做新任的总执甲同工的就任，咱将要组成新的团队。伫遮牧师代表教会，感谢卸任的遮个同工过去的辛劳，因倒数服侍真久的时间，甚至拢超过30冬。咱通讲，因是用因的青春献予乡人，唔简单出力，佮爱奉献家己的温数，甚至爱出钱。有的同工认真到，互人认为，互人怀疑讲伊有领薪水。其实，咱知影，所有咱的同工拢是义务职。大家拢是心甘情愿、尽力的服侍，愿上帝当亲自纪念因所做。今日牧师要用一个题目，这题目也就是咱今年的主题，叫做"承先启后，广传福音"，甲大家做伙分享咱今年要行的方向，透过上帝的话来激励咱。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时常透过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亲爱的主，阮恳求你即时帮助阮，安静阮的心，互阮领受你的话。无任何阻挡，我咱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大家拢捌看过即个大队接力的即个运动比赛，咱伫国小、国中，常常一班爱经15个到20个来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内底的大队接力。大队接力咱就知。毋是一个人完成，是一群人靠着接力来一个接一个爱来完成当然伫正式的比赛中间，咱嘛会当看到有接力赛有400公尺，有1600公尺的不管安怎，拢是一群运动员做伙合作，才会当得到成果所以咱知影大队接力要赢的闭关除了个人的能力就是讲你真要走以外，也要靠队员甲队员中间互相的配合，特别伫这交甲接的过程中间，拄是输赢的关键。我捌看过一个影片，有迄细汉囡仔、幼稚园的囡仔咧算大队接力，有的真认真走，走过头去，迄个要接的伫后壁面，无接到迄个棒子，伊家己嘛戆戆徛伫遐，毋知要安怎有的是走到迄个要接的所在，迄个人已经走无去毋知要接互啥物人。咱会当想象迄个画面一定真趣味但是现实的教会生活中间，检测嘛会发生相款的问题。咱来理解信仰的生活、传福音的使命，嘛是一场接力赛。一代人完成属于家己的使命了，交予后一代人去承接。
所以即代人咧走的过程中间，伊走到伊知影路尾伫要到啊，伫要交接啊，因会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后下一棒我要交什么人？吼，啊交了后，新的一代敢会当承接前辈辛苦经营的时间，继续延续落去。啊，当然，另外一方面，新的一代，伊嘛爱适时学习、承担责任，互教会当永续来经营。今日，咱要就任的新的中级同工，毋知恁即个时阵的时刻，恁即个时刻，恁的心情安怎？我会记得，我对上伊毕业，要开始一个新的阶段的服侍，我被派到学生中心去，我心内有两种心情咧交战。第一种心情是，我真兴奋、真欢喜，因为要开始另外一个阶段的服侍，我通尽力将我过去伫新学院所学习的来付出，来继续这个时间。啊，另外一方面，我嘛真惊吓，因为过去伫这个机构内底的这前辈，拢真认真伫意咧服侍，所以有真好的成果。啊，我到底敢有能力会当担任这款的职责？所以一方面真欢喜，一方面嘛真惊吓。所以我相信今日要就任的新任的中级同工，恁一定心内一方面真兴奋、真欢喜，另外一方面你嘛样样喘，惊吓，烦恼家己袂当胜任上帝所交代的工作。大家一定会记这一段经文，就是约书亚记第1章。当摩西将带领以色列人的责任交予约书亚的时阵，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通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阵，这时阵上帝对约书亚讲话。大家一定会记得迄段话的重点。迄段话内底，上帝对约书亚讲：你要坚强，你要勇敢。那和合本的圣经讲：你要刚强壮大。我已经甲你指定。上帝毋俩讲一概尔，你要去详细去看迄段经文。上帝拢总讲3遍。当然，讲3遍就是讲非常重要。另外，我相信上帝嘛知影，约书亚迄个时阵的心情是充满惊吓，所以上帝鼓励伊爱勇敢、爱坚强，因为伊要承接的是摩西的工作。摩西对迄代人来看，是一个真伟大的人物。会当直接甲上帝沟通，而且伊伫埃及的皇宫训练40天，伫旷野训练40天，然后带领以色列人伫旷野伫遐40天，所以伊一生就是为着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做准备的。啊，你要承担这个伟大人物后壁的工作，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当时嘛是一件真困难的工作，所以这就是先去后的工作。伫交接的过程中间，如果若承接了无顺，甚至若断去，对着这机构、对着这教会，会造成真大的问题。咱先来看今仔日的经文。咱看到今仔日第一段的经文，
伊安尼讲，伊讲约书亚在世的时阵，以色列百姓拢侍奉上主。伊死了后，遐亲目睭看见上帝，为以色列人所做一切奇事的长老，抑搁伫的时阵，以色列百姓犹原侍奉上帝。结果即群人受主恩调，约书亚死，即群长老嘛受主恩调了。后一代的人却毋知影上主甲伊为一切百姓所做一切事。咱看见着即种的情形发生伫因的中间，前一代的人受主恩调离开因，下一代的人竟然袂记即上帝。结果你若继续看，咱今日读到第10节吼，你若等于看11节开始，伊安怎写？伊讲百姓的军队迦南地人去敬拜别的神明，这就是无将信仰传落来的结果。这种的情形所造成的结局，就是百姓沉沦伫罪中间。咱看见着这段经文分做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忠心的一代，因为伊捌亲目睭见证上帝的作为。圣经中间讲，约书亚在世，才长老亲目睭见证上帝的奇事的长老，也在世的时阵，百姓拢侍奉上帝。迄一代人为什么会当忠心侍奉上帝？关键在伫因所明白的上帝，毋是听来，是亲目睭看到，亲身体验到。约书亚带因进入迦南地，上帝奇事、神的奇事，伫因的眼前，互因看到。因亲目睭看见着，当伊要过约旦河的时阵，上帝安怎将这约旦河的河水分开，互因行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因亲目睭看见，遐尼困难攻破的耶利哥城，伫上帝的帮助下面，耶利哥城倒去。因亲目睭看见，上帝帮助因伫迦南地中间，甲遐个外族人征战来得胜。所以因亲身体验，感受到这个各真各活的上帝。所以因带领因的下一代侍奉耶和华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信仰的根基，除了研究圣经、常常祈祷以外，往往需要建立的亲身体验、亲身看见。当咱经历上帝的拯救、供应、医治、甲引出的时阵，咱自然相信讲，有一个各真各活的上帝伫咱的身躯边，咱会专心相信伊，而且侍奉伊。咱的上帝毋是听来，是咱亲身经历的。所以要安怎亲身经历上帝？咱会当亲目睭看见着，整一辈人安怎去服侍上帝？咱会当常常亲近上帝，专心倚靠伊，毋是干那听尔，是体验着各真各活的上帝。咱得让叫做忠心的一代。然后第二段，平静的危机。当约书亚死去，这长老嘛一个一个受主恩调。迄一代会当见证上帝大权能的人拢离开，因留了啥？留了丰盛的产业，留了应允的地，但是嘛留了信仰的空白。
信用无留落来，只留落产业。咱来注意遮，因无拄着什么款的大灾难，也是迫害，只是正常的自然的，有人老有人死，世代的交替，一切拢真平静。因无亲像当进入迦南地时阵，需要去征战，遐外族当然也有一寡外族来搅了，但总是比过去较平静。这种平静的转变，带来上界大的危机。当一代人掠做讲，下一代人会当自然继承产业甲信用，但是只有产业互因继承，信用煞无继承。所以伫遮，咱看见着一个真互咱困难想象的代志，就是以色列人伫约书亚带因进入这迦南地的时阵，因爱甲外族征战，迄是真困难，逐工拢爱相战。但是因迄个时阵无离开上帝，反倒当是平静的时阵，征战结束了后，平静的生活，互因袂记即上帝。人有外在攻击的时阵，反倒当靠赖上帝，掠掉上帝，对上帝信靠忠诚。但是伫平静安稳的时代，却袂记即上帝，只想要挖靠家己。亲爱兄弟姊妹，咱敢会安尼？咱伫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靠赖上帝，求叫上帝，亲近上帝，爱上帝帮助咱。当上帝帮助咱赢过遐挑战了，进入平静安稳的生活的时阵，咱就渐渐来上帝讲上帝，我即摆平静安稳啦吼，我以后若拄着困难，好来找你吼，渐渐你就袂记起上帝啊。这是咱的警醒、爱警戒的所在，这是人的悲哀啊。平静的危机，平静的危机带来的结果就是悲剧。圣经讲，下一代人毋知影上主，以及伊为以色列百姓所做一切事。这我尔插心啊！因竟然无明白迄个捌甲以色列人立约、行大权能的上帝，更较可怕是，因连上帝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代志，因拢袂记起来，拢毋知影。上帝救赎的历史，伫因心中叫做空白。结果，咱继续看，整个士师记，就是一段混乱的历史。百姓行耶和华眼中看做歹的代志，去敬拜巴力甲阿斯塔洛，了上帝生气，受到对敌欺压，陷入罪恶的循环。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有真侪教会，有真侪家族，都是即款的情形。咱看见着真侪教会、真侪家族，第二代甲第三代的基督徒中间，有我一个人只是形式上的基督徒，因可能有来久久来选教会参加活动，但是却无亲身去认识上帝、体验上帝，无经历上帝的作为。信仰真做一种传统。真做一种传说，爸爸妈妈捌甲我讲过，一种传说，毋是活泼的关系。咱做时代、做父母的，咱若无亲身示范，做好的传承，咱要安去说服下一代？咱家族所持守的信仰，
是一个好的信仰。所以咱来反省，无迄个第二代，无迄个第三代的基督徒，只有第一代的基督徒，每一代拢是第一代，只有安尼才会当传承落去。咱嘛爱反省，敢是咱的信仰只是平常用嘴讲，互囡仔听着，无将信仰落实伫咱的生活中间。若是基督徒最后变做安尼，无生命、无喜乐，即款的生命表现，就是你咧做一种准备。什么准备？就是将你上亲爱的逝世赶出教会。面对即款的情形，咱应该安怎做？就是咱今年的主题。这个主题是承先启后，承先启后。首先，咱一定要注意，咱来用家己做示范，若无信仰袂当传承落去。牧师不止一遍来讲，咱教会的细汉囡仔，伊拢是对咱亲像去学习对上帝的态度、信仰的态度。咱看拄则所记载遐尼可怕的代志，经过2代尔，一世人就因为这前辈受主恩调离开因就袂记即上帝，就完全袂记即上帝。所以咱来警醒啊！咱即代若无好好表现，做好的示范，咱的囡仔真有可能就离开上帝。甚至追求这世间的一切的事物，袂记去敬拜真神上帝。咱伫教会是做一种款事，伫厝里是另外一种款事，囡仔嘛分别得出来，因的信仰就离离落落。所以，咱一方面爱承接前辈的信仰态度。所以，咱的团部委员会伫去年，咱有1个月做一出历史上的相连，主要是咧讲起过去咱的前辈安怎伫即个所在努力打拼，互咱能亲目睭看见因所做的示范。嘛，毋是简单讲起上帝伫家族中间所行的恩典。咱本身这一代就爱做示范，互少年的一辈亲目睭看见，而且鼓励少年的一代也来学习服侍，亲身体会，安尼才能发挥传承的果效。其实咱教会实在是得到上帝真大的恩惠。伫我来到相连服侍，有一寡即摆也是讲即届要退任的中级，其实拢是真认真、亲身咧做示范，互其他较少年的中级，因会通知影前一辈人因安怎咧服侍。咱爱继续安尼做，而且爱鼓励少年的一代要来学习、亲身体会，安尼才会当发挥传承的果效。我过去咧读大学的时阵，大家知影我是读机械系，机械系内底有一门课程，就是即个工厂的实习。工厂的实习就是阮毕业了后，可能大多数的人拢会去工厂服侍。你去嘛是爱会晓使用迄个工厂内底的机器。所以有一寡基本的机型，阮拢爱会晓使用。所以爱去实习。阮去实习的时阵因为学校内底都有实习的工厂，内底有放机器。
阮着每一台机器拢爱做一遍的学习。譬如讲，今仔日要学习安怎用车床，吼，大家毋知敢知影车床无？吼，车床简单讲就是讲，譬如讲你一个原料要来做螺丝，吼，爱用车床来车，吼。我要安怎学习？就是即个工厂内底拢有一寡老师傅，吼，因有真丰富的经验。伊要安怎教？伊首先就是来讲讲即个机器的结构，即个机器安怎使用，吼，讲解了，伊就问我讲恁听有无？阮逐个拢讲拢听有，吼，但是袂晓用，吼，伊就讲我知影恁袂晓用，所以伊就开始示范一遍互阮看。伊就摕一个原料，安怎倒去迄个机器顶面，安怎第二个步骤要安怎做，内外要安怎做，内外要安怎做，吼，就当完成一个成品互阮看。伊安尼示范了，就问阮讲：恁会晓袂？阮逐个拢讲：安尼阮会晓其实抑阁袂晓啦，吼。伊就讲：安尼好来，某物人我蔡正道来，你来头前，吼。伊就摕一个原料互我，你做一遍互我看。摕迄个原料嘛，无一定会晓做，拄则讲的安尼慢慢回想，吼。然后迄老师傅就手换手，安尼一步一步甲我教，教到我会晓做，吼。然后伊就好独立家去做一个产品出来，一直做到我会当完全会晓使用迄台机器。安尼，才完成这个课程。这了后，我感觉讲这是一种学习的上介好的方式。所以我以后虽然要行机械迄条路，我去教会内底做牧师，我带领青少年咧学习基督的时阵，学习读经的时阵，就是用这种方法。比如讲学习基督。今仔咱要为病人祈祷，我着爱讲祈祷的一寡基本的要素，先讲解一下，或者祈祷的基本的基础是安怎。然后我绝对知影伊抑阁袂晓祈祷，我着爱做一遍示范。我叫一个人叫做病人，然后我着替伊祈祷，示范互因看。然后一个一个叫因来替伊祈祷。互因会当实习，有毋对，但因纠正一下。无偌久了，每一个人拢会晓替病人祈祷。所以迄个时阵，我有把握，服侍即间教会的所有的青少年，你只要叫伊来替你祈祷，伊绝对会晓替你祈祷，因为伊已经学会晓啊。这才是真正的传承。所以，咱即代爱示范，互后一代会当亲目睭看到来学习。所以这叫做承先启后。第二个就是讲传福音。咱爱伫教会中间，伫咱的家庭中间。传福音，你讲家庭中间嘛爱传福音，当然爱啊。伊是咱至亲的亲人，伊嘛需要福音嘛。我过去有一段时间来对台南来台北，读迄个托福准备要出国去读册，来补习。因为我离开老母老母家己一人伫台南住所以我逐工拢会拍电话转去，台湾老母请安，看伊有好势无。有一天我拍电话转去，我就问我妈妈讲最近安怎拢一切拢顺遂伊讲拢足顺利的啦，叫我毋免烦恼伊讲，但是我今仔日今仔礼拜我去教会内底礼拜的时阵。牧师咧讲解一段经文
我听无啥有啦，你敢会当甲我说明一下？我听着阮妈妈啦安尼甲我讲吼，我目屎拢忍落来，我控制袂了家己，我甲阮妈妈讲，妈妈，我5分钟了，我拍电话互你。我电话来放来了吼，我大声哭5分钟。我过去伫学生中心服侍的时阵，我常常甲遮学生中心的学生读圣经，但讲解圣经的道理。我从来毋捌甲阮妈妈分享过圣经的道理。我毋知伊真正需要。当伊对我提出即款的要求的时阵，我实在有够见笑。伊是我上界亲的亲人，我竟然忽略伊有若需要信仰。所以一哭了后，我就赶紧准备一下，拍电话等于互阮妈妈来解说迄段圣经。亲爱兄弟姊妹，咱最亲的亲人，嘛需要咱甲伊分享信息，分享圣经。当然，咱也理解，教会是一群被上帝呼召的人。这群被上帝呼召来的人，有一个真重要的责任，就是去分享上帝国的福音，互更较侪人认识上帝。所以，咱理解，教会是一个探人的机构。咱要得到人，一间教会的产业。毋是在伫讲伊有累积偌济钱源，累积偌济产业，是爱看伊栽培偌济人。有偌尼济人为着因为即间教会来得救，这是咱爱去深思的。咱的信仰所传的福音，是一般人无法度用金钱去买到的福音。教会推动的事工的目的，就是要互人感受上帝的疼、上帝的伟大，吸引人来到上帝面前，去得到人，去得到人的灵魂。咱教会组成新的团体，属灵团体，两集同工，就是要完成这个目的。咱来写做一个传福音，带人来教会的情。然后，互因永远活的信息，互因明白得救的方法，这是教会存在真重要的目的之一。今日新人同工就任的日子，也是一个交接的日子。新的团队将要组成，这新的团队毋是简单，等下要使用的遐中级同工。是包含你甲我所有的人，咱是一个相连的团队。咱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上帝交代咱的使命，互咱真真正正会当承接前辈的脚步，认真将福音传出去。愿上帝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警调阮来吃做你的同工，互阮有福分，运用阮的文书来延光你的性命，引带人来求近你。求主帮助阮，会当承接前辈的脚步，广传福音来拯救灵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听。新圣诗第444首，主你调明何等清楚。圣诗第444首，主你调明何等清楚。请咱起立来吟。
请坐。咱煞只用奉献来做礼拜。起立。万项物拢是你所想事，于是我要用淡薄的金钱，甲阮的才能、时间，奉献伫你的面前，做事工的路用，求你接纳阮所献，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新的一年，教会特别赠送会友每一户一份蔡牧师亲笔写的制作的春联，
欢迎咱伫礼拜后伫10楼的走廊来领取，祝福大家新年忙福，平安喜乐。遗体关怀，恭喜本会会友林姓好兄弟，也是李秀美长老娘的囝，甲刘凤允姊妹结婚，愿上帝祝福新人。搁一个另外报告是咱后主日11月11日，早起5点20分到7点15，因为要举办早达台北公益马拉松路跑，中山北路的交通管制，请兄弟留意。多谢，请就牧师就任式。咱即个时刻要来做新任中级的就任式，吼，甲东港的就任式。咱请长老的部分，咱先请新当选的这长老会当出来到头前，吼。初任的是叫做弘立，次任的以后称作设立，所以咱即个时阵要设立甲弘立长老。咱徛2排吼。这碟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组织要弘立甲设立，徛踮伫上帝面前，甲正人的面前的这个东港做教会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三甲东港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时代，要设立伫会的长老来侍奉上帝的话的牧师，三甲来眷顾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领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范。若受交代，通代表东会府、中会、总会、都无教会发展。恁受呼召，诚做教会长老，恁着诚实回答牧师所问恁的。当恁今仔日领受长老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恁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有也无？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也无？恁欢喜做双连教会的长老，是着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归荣光上帝。你有诚实要遵这个意思来行也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恁敢有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也无？这个时阵，会长请起立。咱要做会长的誓约。你已经竞选这个人，才做教会的长老。你有诚实欢喜接纳因也无？因才有法度治理教会，恁着欢喜承受来顺叹。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恁着敬爱伊，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磨，爱恁得救。恁
着帮助因，互因会当尽长老的本分。恁有约要安尼行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扬，递到妨害大局。恁有约要安尼行无？会众请坐。这时阵，要做第一遍当选长老的人的奉礼。请咱中间第一遍当选长老的人，一个一个会当来到头前。迄个清流，跪着。咱爱同心来替因祈祷。是阮的主，阮是何等大荣耀，受你敬调来成做少年教会长老。阮特别奉耶稣基督的名，替青柳长老祈祷，求主甲伊三甲之地，用你的圣神充满伊，互伊有智慧，会当协助牧师来治理教会。求主甲伊三甲之地，保守看顾伊的身体、伊的灵命，以及伊的家庭，互伊充满气力来服侍上帝。服侍人，求主带领伊头前的路站，互伊会当完成你交代伊的使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第二位，是阮的主。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你拣选阮来协助牧师，成做教会的长老。阮特别将林建志长老仰望交代伫主的圣手中间，求你甲伊三甲之地，用你的圣神充满伊，互伊得到气力，有智慧来服侍你，服侍人。求主使用伊的文书，伫教会内底服侍，成做济济人的祝福甲帮助。求主赏赐伊气力，为身体、灵命一切，拢伫主的带领下面，充满能力甲气力。我也特别恳求主，你重用伊，成做你重用的器具。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阮的主，这是何等大的福气！阮一个平凡的人，受你拣选，成做教会的长老，负责任甲牧师做伙治理教会。阮特别将张家祥长老仰望交代伫主的圣手，由主使用伊，甲伊三甲之地，互伊充满气力。互伊柔软的心，亲像一个牧者同款，照顾正羊群的需要，去扶持遐个伤心的，安慰遐个病痛的，互伊有能力来帮助遐个需要帮助的。求主保守看顾伊的身体、伊的工作、伊的家庭，拢充满上帝的祝福。
也想属于快乐，完成上帝给伊的使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阮的主，阮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赐福予李明伟长老，求主甲伊三甲之地，互伊有坚固的信心，完全依靠你来协助牧师治理教会，互伊有更较敏锐的心，去看见到别人的需要，然后补满所有人的需要。求你甲伊三甲之地，互伊咧料理教会的事充满智慧，也帮助真侪同工，安慰真侪需要的人，互伊也充满快乐来办理教会各项事。也充满能力，互伊真做典范，真做这细囝的帮助。求主甲伊三甲之地，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阮的主，阮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偌正大长老，求主甲伊三甲之地，互伊充满信心的快乐，互伊会当心意更新来变化家己，用伊的心智来服侍正人甲上帝。求主照顾伊，保守伊，互伊有智慧，互伊协助牧师治理教会过程中间，也充满快乐。求你照顾伊的身体、伊的家庭、伊的事业，而且透过伊的文书，真做正人的帮助。原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是阮的主，阮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明校、阿明和长老，求主甲伊三甲之地，求你赏赐伊属灵的智慧，互伊有温柔慈悲的心，来牧养正羊群，互伊会当带领正羊群到青翠的草坡通安息的水边，互这正羊群得到帮助。求主用伊的心来带领更较侪青少年来归向你，也使用伊甲伊的家庭来延续你的性命。求主也使用伊的文书，加做万民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阮的主，阮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洪义轩长老，求主甲伊三甲之地，求主兴起伊的一切。互伊有能力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无论伫倒落咧服侍，求主甲伊三甲之地，用圣神充满伊，互伊得到智慧快乐。当伊咧帮助别人的时，会当存温柔的心，互伊有能力去靠向遐个拄着困境的，帮助遐个需要帮助的。也救助，遐需要救助的，
求主使用伊来服侍众人，来服侍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阮的主，阮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邱培胜长老，求主甲伊三甲地地，互伊有能力使用伊你互伊的才调，来荣光你的性命。主，阮恳求你甲伊三甲地地，互伊拄着困境的时，有勇气面对。也常常用伊的生命的见证来帮助需要的人，互每一个接触伊的人，拢会通看见主耶稣基督的阳光。求主，互伊用伊的才调来帮助牧师治理教会，互教会更较合上帝的心意。阮将伊交托伫主的圣手中间，求主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双联教会长老，来协助牧师。煞通知予众信徒知，这份是照规矩交代恁。当圣神设立恁做长老，就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伊，毋通出伫勉强，是着遵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范。就大牧者显现的时，要得到袂败坏阳光的免流。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即个时阵要请咱顶一任的长老吼，也是阮在座有长老，吼过去的长老，会当来代表教会以及所有牧师代表教会来接纳即群新的长老。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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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一个代表。咱即是要请苗雪长老代表所有长老来接受这个任命书。翕一条相。好，咱请我过头吼，请大家来鼓励一下吼。愿上帝亲自赐福看顾。咱今年有真侪新的这长老吼，咱来常常替因祈祷。愿上帝亲自赐福，多谢请恁入席吼。无恁来出去外口等下要接纳吼。
来，咱坐徛两排吼。这是小会奉白囝圣神的名组织，要设立，徛伫正人甲上帝面前，才会工来做教会职事。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咱也请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侍奉上帝话甲圣礼典。恁受调来正做教会职事。你就诚实回答牧师所问你呢？恁当免领受接受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啊无？恁愿意担任教会的职事，就要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应跟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有要安尼行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伊做主。就既若关系教会事务，就我靠伊来说法。恁有要安尼行无？恁有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啊无？咱请会长起立。来做会长的使用。恁已经竞选徛伫上帝甲正人面前的这个人来做恁的职事，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啊无？因替恁办理教会事，恁着敬重伊、疼惜因、替因祈祷。恁有要安尼行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教会大局。你有要安尼行无？当我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耶稣基督的名，以及上联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上联教会职事，却通知互会长拢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的。当恁受设立做职事，协助牧师甲长老，着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阿免。会长请坐，咱请牧师甲现任的长老来行握手礼来接纳。
私人技术代表技术来接受任命书。请你向后转，好，向后转。咱来鼓励吼，大家常常替因祈祷，吼。中间有一个新任的技术吼，愿上帝亲自赐福看顾。好，请回座吼。咱即是要来进行教会的机构首长吼。咱有记载伫咱的咱的周报内底。主要是教会所有的这团契的会长，助理校长、国师班的队长，以及小组长等等。以及咱的平信徒委员，吼，若无法度全部拢徛伫头前的吼，咱会当徛伫你原位就会使啊，吼。有诶信徒委员也是讲其他的同工，吼，咱会当徛起来，吼。徛伫你的原位就会使啊，吼。阁有小组长，小组长嘛拢爱徛起来，吼。你过去担任小组长，咱今仔个一遍吼来甲上帝誓约，吼。小组长徛起来，吼。恁竟然接受上帝的呼召，担任教会同工，因着诚实回答牧师所问恁的。你要领受上帝交代恁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啊无？你要领受这个责任，恁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你的职务。你有约要安尼行无？咱同心来祈祷。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本会、各机构、各小组的领导者。恁着谨慎恁的本身的行为，以及恁所做一切事，常常注意关心这些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门。好，请咱鼓掌吼，来祝福因吼。少年团契的会长苏英杰，好，来代表大家接受这任命书。这同工，因拢是义务来服侍大家，所以咱着爱常常替因祈祷。愿上帝亲自赐福，多谢，请回座。这时，咱也要进行中保代祷的代祷者的使用，请咱伫这场中间有担任中保代祷者的，请来到头前。
你有接受上帝呼召，担任教会中保代祷者，你就诚实回答牧师所问恁的。恁敢愿意接受上帝赐福差派，献身伫中保代祷事工，担当祈祷的使命甲责任？你有约要安尼行无？恁敢愿意彻底遵守恁甲上帝约束的时间？伫即个中间，愿意忠心侍奉这件事？恁有约要安尼行无？恁敢愿意伫基督室内底的教会事工甲个人代祷事项，就独独甲上帝沟通？除了已经伫教会公开代祷事项，所有代祷的内容必须要人保密。你有约要安尼行无？当咱担心来祈祷。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少年教会、社会官兵，设立恁做中保代祷者，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所做。常常伫关心伫代祷室中间的服侍，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门。好，请恁向后转，咱用鼓掌来鼓励因。咱买当参与伫这中保代祷事工，就是咱写迄个代祷卡，咱多谢，请恁回座，这个时阵，牧师来介绍今仔日第一遍甲咱做伙聚会的兄弟姊妹，这有几位？第一位是雷瑟兄弟，这欢迎。第二位是张红梅姊妹，请你起立，互阮大家欢迎。张红梅姊妹，应该伫外面的款，好来。第三位是林婉全甲吴永琪，林夫妇，唔知坐伫倒位？应该坐伫外面啦，愿上帝祝福。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无介绍到。谢谢贵宾，等下结束了，会当去甲贵宾先互阮做进一步的交代，多谢。请咱来吟上吟510首《乌鲁天顶主宰》，510首《乌鲁天顶主宰》，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表导谢阮恭受切恳。